再来看桃园有民众去向议员申请，要求户政事务所会当伫拜六礼拜来提供服务哦。也毋过，基层的户政人员是真反弹。民政局表示讲，目前是无考虑讲要开放拜六礼拜，未来会看能力、甲经费再过来检讨。40号，请到2号柜台办理，谢谢。柜台内面户政人员是无闲假，柜台外口民众是等叫号要办业务。户政业务和民众的权益是怎有关系？对出事结婚到老，还有户籍文件核发、应检证明等等，拢和户政有关系。有议员在议会要求户政事务所要开放假日延时的服务，不过这个要求却引起基层的户政人员真强烈的反弹。我觉得还是要有人权啦，你自己要办理一些自己的业务啊。那我个人是认为还是可以自己请个1-2个小时的假来办理。要办事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可能要请假，如果都在正常时间，他就没办法申请什么的。如果假日有一个半天的话，就比较便民一点。除了基本业务，户政事务还会兼真侪项下机关的便民服务，亲像使用津贴、育儿津贴的发放、含人别确认、含办护照等等相关的业务。目前通市户政人口是欠115个人，大个人逐个月加班的时数是至少15点钟这么多。桃园市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在110年5月呢暂停延时服务。那后续呢，则是因为112年呢推动数位建档10年的计划，我们的户所人力不足。针对议员提出户政假日延时的服务，在疫情进程都已经有啊，便民政策应该要有延续性。民政局考虑到即马户政事务所已经有的人力和经费拢无够，假日结婚生效，嘛已经有替代方式的前提之下，拜六的延时和预约假日要来结婚登记的服务，即马是维持暂停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